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。师父跟各位报告一个题目，叫做生死有序。有一位禅师，他有一位在家弟子，建了一栋非常豪华的房子。乔迁之日，请禅师来为他的新居提几个日表示庆贺跟祝福。这位禅师也顺应世间的人情世故就在大庭广众前提笔写到了父死、子死、孙死。那一位徒弟看了非常生气，说：“师父我们是诚心诚意请你来提日，你写这样的日句简直是跟我们开玩笑嘛。”这位禅师听了以后说：“我并没有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们想想，假使你的儿子比你先死，你会十分的悲伤；假如你的孙子又比你的儿子先死，你和你的儿子也会十分的哀伤。如果你们一代一代都照我写的这个顺序而死，那叫做享尽天年这才是最美好的事喽。”这位徒弟听了，觉得很有道理就向禅师忏悔，并接受了禅师的祝福。这个简短的公案提醒大家，任何人都免不了一死，当生则生，当死则死，这是多美好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，都会说：“祝你活到120岁其实我们想一想，假如一个人真的活到120岁，也许是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那100岁的儿子可能死了，甚至于80岁的孙子、60岁的曾孙也都活不久了。因此，自己活到120岁，却眼睁睁地看到儿孙一个接一个的先他而死，难道会好受吗？有人说，生就像奴役一样，死就是休息死就像一个游子回到家一样，人人能享尽天年，然后按照顺序死去，不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吗？我们佛家以明心见性为主真心是不受这个躯壳所限制的。但就一般人来说，终结的死是永远离开人世，因此免不了会悲伤。感情脆弱的人呢，往往承受不了这种悲哀的打击。我们伟大的六祖慧能大师在临命终的时候，途中感伤痛哭禅师就告诉大家说：“我是另有去处你们不必悲哀六祖是将生跟死一样看待，死好比是在我们旅行途中换一个礼色而已又好像是我们衣服破了，换了一件来穿而已自己深知死后的去处，当然就可以处之泰然所以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你们知道死后要往生何处吗？倘若你还不明了，请大家一定要加把劲努力修行吧。各位，你连死都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这是很可怕、很哀伤的一件事情所以阿弥陀佛才发大愿，无人不救，无人不渡只要你称念他的名号，阿弥陀佛一定救度你，不放弃你，永远给你希望，给你安心。只要你好好的称念名号，人人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，往生西方净土，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归宿了。我们知道时候我们要去西方，我一定要到西方，这个是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，要知道我们死后往生何处。如果你现在还不清不楚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，赶紧念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